个指示。所以我们通过海牛饼干，第一个回馈，第二个感恩妈祖的恩泽，因为过去五郎教母这个都是妈祖的交代，就是说爱做啥代志，就是要负责所有的乡民，然后再来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不是光是饼干，我们也在文化资产之后，也出了这个荒野海牛文化资产专书，而且也出了一本像母亲一样吹海风这个专书，我们也请到那个作者潘乔老师。地方能够看到目前的对于这个海牛这个资产的产业结合地方我们的所有的产业来做一个推广，尤其是我们整个彰化县的沿海很多的特色，游客最喜欢江苏河口海牛饼干比赛。来不满我来带着海牛要去耕田，第二个是海牛，这后续还会再持续。慢慢的，我想在农渔民的生活生活我们也期待透过今天的海牛饼干的介绍，能够再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文化的观光，也能够唤起更多人对我们海牛文化。所以我当然不容死，要帮他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几年看着他在彰化为地方努力打拼，当然这个过程是有一些辛苦，一些为人所不知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常常会挂在嘴边的计划的交代，所以我们都非常愿意为彰化做一些事情。那所以今天各位才可以来到鹿港这个地方，那一来是做可以大大的提升，吸引更多各地的好朋友，各地的海内外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彰化来体验。议题是透过自己的地方创生去发酵，再透过县府跟长官协议的帮忙，让它彻底的在整个前台发光。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请大家多帮我们媒体记者都帮我们一下。那主要是要做传承，因为未来海牛目前只剩下9只，阿公总是会有退休的地方。来，我们看这一次，来再一次哦，来再一次，海牛饼干，加油！海牛饼干再一次，好不好？海牛饼干赛。好，欢迎各位贵宾来到台湾播音馆。那这里有2个系统，一个是玻璃妈祖，还有一个是台湾播音馆。